今天呢，由我们的老朋友许先明女士，她从香港带来的几位大学生来到我们西藏之声，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他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所以我想先从许先明开始，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简短的。我就是其实我一直在香港都是做香港的运动啊，然后我开始关注国内的事情，然后我发现在中国国内其实对很多民族不同的民族的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人度的理由跟人权的理由我要发声。因为我觉得其实西藏跟香港很像，西藏比香港可能坏很多，因为你们没有自由去发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香港不去说的话，将来我们跟西藏的状况也不会差太远。对，你呢？特西德勒，各位藏民的朋友，大家好。我叫Alfred， 大家可以就叫我 Alfred 就好了。然后我是香港一所大学的大学生，我们在念社会科学。然后这一次来，我们希望看到很多藏民的朋友，然后跟他们沟通一下，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还希望知道多一些藏人的历史，因为在网上看到的或是在电视看到的都不是太真实，然后想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好还是更坏，然后让我们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一下他们生活的情况。谢谢。对，各位藏文朋友，你们好，我叫 Jenny 呀，大家可以叫我 Jenny， 我也是读社会科学的。我这次来西藏的目的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这里的生活，还有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会不会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在香港很少记住这些资讯，因为呢，媒体很少报道西藏的状况还有什么人权问题那些我们也都不知道的。我们希望透过亲身的接触藏民，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对西藏的发展的期望从而了解他们将来会有什么的西藏有什么的发展。对，就是这样。对，那你们来这边已经5、6天，所以有参观这边的非政府机构 NGO， 还有参观学校、寺院，跟很多流浪藏人有接触。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在这几天的接触中，谁先来？我觉得这里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因为在其他国家感受不到这样宗教跟人民生活融合在一块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里，我觉得大家都很虔诚，大家都很单纯，就是很想对对方好。然后我们都住在藏人的家庭，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好。然后昨天有一位朋友生病了，他跟我一块住，然后藏人放弃了他那个做生意的时间，也要照顾他，然后让他非常感动，也让我非常的欣赏他们这一份心意。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善良的。所以你们住的地方都是这边的藏人，不是旅馆，是藏人家里。会住几天藏人的家。对。那你们的交流应该很广很深了。每天晚上会一块吃饭，然后就是大家会交流很多不同的意见，也会跟他们介绍一下香港的情况。那我们在昨天有在网上就是告诉我们的网友，我们西藏之声的网友，有香港的大学生会来，然后他们向你们。有很多人都表达了问候，然后还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有一位叫阿嘎洛桑的网友，他问你们最初是怎么了解西藏问题的？所以，先来回答一下。我先答。好。其实我是在做国内的事情的时候认识一些学者。
然后他们是研究视障的，就从这一个时候我开始，本来是抗议，但是我觉得如果做一件事情，如果要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我感动。于是我就跑过来的兰斯了，也去过一次视障。我在这里有很大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藏人其实是非常强。你们可能是分隔两个地方，一边是视障，一边是你们的流亡的地方，但是你们是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情，一点都不容易。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在流着血，都心里面很痛。我自己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抱歉，因为中共政府对你们的打压，还有受很多的伤害，心灵跟心体的，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有责任去说现在你们的状况。我希望每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是感受你们的善良，你们的坚强，还有我们是互相支持。国际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你们有你们的能力，你们要相信自己。我们在香港跟你们同一样，都是说真实的话，不需要说什么方言，对不对？这是我的想法。两位有没有要补充的？其实呢，我在来这里之前呢是没有接触过任何的藏文的，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小啊。不过我从报道上我看见了他们面对的生活状况不是太好，起码他们的不像香港一样那么自由啊，那么多的东西可以享受。所以我想从他们的角度来了解他们对现在的状况有什么期望啊，有什么困难，从而希望把他们的声音带回香港。对，那还有网友说，他们有提到说中共因为统治了西藏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还有当然，他这个是有关中国大陆人的问题。他说中国大陆人自从中共统治以后，他让中国大陆人的道德沦落，他是这样提的。然后他问香港的年轻人有没有想过要去帮助大陆重新拾起这种价值观、这种道德观念，改变这种局势。其实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坏人，就好像整个世界也有好也有坏的。现在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学者、艺术家、平民、大学生，他们如果了解到视障的情况的话，他们也会为视障、会新疆、会蒙古这些少数民族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中国人呢，他们是从小就受到中国的教育，所以他可能不跟视障人的想法一样，他不可能跟香港人的想法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别人看到的话，他们会思想。我觉得我不是去告诉他们做什么，我们也没有这个高度去教别人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是交流互相的交流，我希望改变。对，学生有没有说？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很多还是很善良的，可是可能他们的价值这个世界不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有些是国际的价值，他们还没有接受到，什么可能哪些民主的，他们还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呢，他们会
有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我们不是要说什么观看什么概念比他们也是互相交流了，去了解大家的想法。那提到这一点，其实，在香港现在我觉得来旅游然后学习工作的大陆人应该很多。那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去跟他们交流？然后你们觉得他们对言论自由，然后人权这些观念的看法，来香港以后有没有什么改变？对。因为我们学校其实现在香港大学都有很多内地生来这里念书，然后他们念书的时候，他们都很大部分的作业都会做跟香港社会有关的一些习作，比如他们会研究一下社会问题，然后他们就会看到香港政府做法跟内地政府做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都会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一个国家里边可以有2种不同的一个风格，然后他们都很喜欢去就问我们香港人就怎么看香港的事情，然后也怎么看内地的事情，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很多人对内地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太了解，而且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跟我们持相反的态度，可是不是敌对了我们，就香港学生跟内地学生就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大家在吵架，不是，我们是在理性的讨论，因为进大学大家都是想就求知识，求一个大家就理解一下对方的立场是怎样，让我们透过理性的讨论，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了大家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收获，对香港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机会接触，没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内地学生在平常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幸运的机会，能够跟他们一块学习这样。其实我们在这一次交流团里面也有2个中国的国内的学生，他们想参加，但是他们拿不到这个签证。还有就是我在9月份有一个研讨会是关于视障的，跟我翻译的学生，其中一个学生他是国内的，他是过来读书，过来香港读书，其实他关心，但是他们也在想他们问我一个很搞笑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去帮助，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去帮助视障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帮助，是我们说出我们的真心的话，我们心里面想的，会不会有一天他们真的独立了，他们得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过来打我们了？我说不会，你们的宗教，达赖喇嘛的思想不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叫甘亚枪布的网友他说，中国民主化还有西藏在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这2个中你认为哪一个更有希望？就是中国有一天变得民主，那他的意思应该是藏人的生活状况还有享受权利的自由应该会提高一些，然后这是一个选项，另一个选项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所以这2个你们觉得哪一个更有希望，更可能会发生？对我来说，这2个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中国民主自治的宪法底下，中国没有做到他们承诺的事情那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听人们的声音嘛，但是不停的镇压，不停的抓人，也在不停的发生。那其实这个政府到底是不是民主，他们就不是民主嘛。所以我们争取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对，那还有网友叫拉嘎，他说，你们觉得香港现在的法律是不是适合西藏？
就说西藏有没有可能进行一国两制，还是西藏适不适合进行一国两制？其实呢，西藏跟香港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香港呢就推行那个资本主义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有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我们追求这个经济利益啊，还有我们有一定的发展，还有我们的法律也发展的很好的，人们有一定的自由，但这些都是我们香港人一直尊重和维持的价值，所以呢，可是西藏人民呢，因为他们所处的危机和面对的历史状况是我们可不一样的，很难说我们把一国两制搬到西藏这里去，不过我觉得西藏可以应该自主发展，可以应该更多的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个方面可以向香港学习的。不过我不认为啊，这样整套搬过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那跟这个比较相近的是，你们有提到香港的制度现在在自由方面都比西藏要好得多。那你们觉得，这位叫嘎娘强布的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香港的民主道路在慢慢的有遇到困难，或者说未来你们会感觉到未来它的香港的民主会遇到许多挑战？我觉得遇到挑战是一定的，因为那个管制的一个政府跟香港人民的意愿是有一种分歧，然后这种分歧应该怎样解决，就是大家理性的讨论，因为香港人很相信这个法治和理性讨论，然后大家都不会说很激烈的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暴力在香港是很少数的人是支持这个方向的。很多人都是希望靠自己理性讨论去解决这些民主的问题，当然是有很大的挑战，可是大家都是很希望集合大家的力量去商讨一下，就大家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比如说最近会有一些商讨会，然后大家都会讨论一下未来这个特首选举应该是该走一个怎样的方向，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开很多会议，就没有分你我高低之分，就是大家都是在理性的讨论，然后找一个结果出来，然后向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大家是期望是走这样的路，而不是说什么香港要独立啊，或者是要暴力啊，就不是那样的。对啊，我们就大部分的香港人也是相信和平理性的讨论，我们是说去透过讨论去寻求那个共识，对，因为香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不是说我们其实是对立的，我们是去了解另一方的意见，然后去寻找一些共通点。所以呢，我们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呢，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去继续发展的。其实我觉得，现在香港的状况，年轻人都非常知道，现在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法治上的控制跟打压，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为你不可以把所有人的声音都是同一个声音，有一些会想自己的利益，有一些会想自己的前途，但是我们最终的方向是我们香港人每一个也有发声的权利，然后我们去争取的是每一个人的力量。我相信人们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好的。那这边有一个叫巴桑旺杰的网友，他在脸书上提问说，你们对西藏境内的100多起自焚事件有什么看法？对我来说一定非常心痛啊！我每一次看自焚我都哭。
我非常明白藏人的处境我非常明白他们的就是在一个没有空间去表达的时候，他们也不想伤害别人，他们就做自焚这一件事情，是一种抗争的方式。但是我还是希望藏人用想更多其他的方法去抗争。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其实你们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我看见你们Hunger Street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爵士也有学生去抗议，争取他们的文字跟文化，我觉得很棒，因为是非常危险。我看见图片16岁、15岁，年纪很小，我觉得这些老师他们是做得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反抗的话，事情就改变了，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说对还是不对，因为这是你们的选择但是我很痛心，我希望还有其他的方法，因为你们的生命就是一种动力要把这一个顺势传下去把你们的价值观传下去才更有意义。学生前几天去那个成人学校，然后有一位西藏的朋友，他赠了我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关于自焚的藏人的一个记录，它很详细，它就是一本100多页的书，然后每一个自焚的藏人的资料，然后他年龄，他自焚的那个经过，然后最后结果他是是死还是活呀，还是被抓起来，他有详细的记录。然后我看到这些，我觉得非常震撼，因为没有一本在香港的书能够那么详细的记录。他这书很珍贵，然后他把它送给我，他的期望就是想把这本书让更多的香港人能看到。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挺痛心的。当初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放弃自己生命去做这些事情，就有很多人看起来他们可能是因为太痛苦，然后可能是自杀那样的走这样的路。其实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唤醒其他人，其他这些当这些东西不存在，就是当没有问题的人，是用一些很比较另类的表达方法，让他们去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当然是觉得很痛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没有了更可惜，然后他们的家人也会很痛苦。不过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一种牺牲自我，然后成全他人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是挺好的，不过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对。好的，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采访到这里就结束。那我们希望你们还有2天的时间在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去接触更多的流亡藏人，然后跟更多的流亡藏人交流，然后回去后呢，就像刚才那个成人学校的学生有赠那本书给你，然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把在这边所观察到的、了解到的真相回去跟香港的朋友分享。或者跟在香港学习工作的内地人分享。好，谢谢。好，谢谢谢谢。